朝早9點4個字，係時候離開南坑呢個地方啦。check out 去巴士車站 ，let's go。My company is big bus 9:45 is go out。有埋名喎，格力孫。咁 VIP 位係邊個位咧？好好奇。好，搭巴士嘅時間到，下半級。波斯嚟講咧 Anson de Thailand 2026，當然搭巴士梗係要醒神女伴虎標啦。好逼健喎！呢個前提下，如果叫醒佢咧，其實冇質質。結果我都係叫醒佢調一調個座位嘅。2個小時多少少，終於抵達。冇錯，抵達嘅就係 Prey Bus Station。到啦，喺網上咧租咗呢一間嘅，未俾錢，講個順字，唔知佢有冇留俾我呢間房？呢間住宿嘅淵源呢，就係我喺 Chiang Mai 嘅一間咖啡見到一本日本雜誌有介紹呢一個住宿，我覺得個 feel 幾好喎，所以咧就透過 Facebook， 然後就聯絡咗呢個 owner， 幫我預留咗1晚嘅呢個房間嘅。今日住嘅住宿咧 ，Prey 嘅就係呢一間民宿。好，我個房間，ta da，好中意，因為好開揚，而且好乾淨。之後個廁所啦，細細地，乜都有啦 ，OK。然之後就翻嚟呢度，因為佢呢邊咧淨係得呢一個 twin room， 所以就租咗 twin room 啦 ，OK。好啦，咁啊呢個地方就擠呢啲係啦行李啦、床啦、2張啦。然後我最中意就係呢一個位啦，極度開揚，仲有一個 balcony 添 ，very good。之後呢個地方都係好靚嘅，好舒服啊，好簡約風啊。呢度可以行出去㗎，真係。OK， 出邊係一個佢哋自己嘅一個小工廠 feel， 正啊，喜歡。1200泰銖1晚，我覺得係好值得嘅。太正啦！終於落雨啦！終於落雨啦！相當唔錯，所以決定住多晚。有間咖啡隔離嘅。間咖啡館嘅經營者都係民宿嘅經營者，同一個老闆嚟嘅。好啦，嚟到呢個地方 Prey 嘅地標之一，2點鐘係有 tram 可以搭嘅，所以而家去搭 tram。好靚喎，開咗門。OK 喎，呢一個坐上去。2點鐘準時開車出發。第一站梗係佢自己嘅呢一個博物館啦。เขตกำแพงเมืองเก่าของจังหวัดแพร่นะคะอันนี้มาจากจังหวัดไหนกันนะคะเป็นหญิงประจำจังหวัดค่ะซึ่งเขาก็จะมีอาคารเก่าอาคารโบราณค่ะในส่วนของตรงนี้ก็คือศาลหลักเมืองหรือสะดือเมืองจังหวัดแพร่นั่นเองนะคะ原來可以落車㗎，即係呢邊呢，佢停喺架車之後就落車，大家去睇一睇參觀睡佛。你留意一走上嚟呢，呢邊係12生肖嘅，但係神奇在啊，12生肖裏邊呢，點解係冇豬仔嘅呢？邊個要釣金龜？個利益梗係神龜啊！咁猛啊！直接鏟入去喎，勁 ซึ่งยอดบนของยอดบนสีทองนะคะของธาตุเนี่ยก็จะมีการบรรจุพระบรมสารีริกธาตุไปด้วย泰國上咧好多寺廟咧，佢都會有 free 嘅水俾你飲嘅，凍嘅添，問你死未？咁當然希望你可以真係俾下香油錢先啦，唔好咁過分啦，好冇？佢行咗一半咧，會行翻出去啲市區同埋一啲住宅嘅地方做一啲講解，幾唔錯。อพยพเข้ามาเราไปลอดเต่ามาอันนี้ช้างต่อเลยค่ะ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สัตว์คู่กายของนักท่องเที่ยว好中式喎呢一間。นะคะก่อนเข้าไป呢邊好勁喎，呢邊係有厲害到啊！喺個山窿裏邊，所問啦，諗住呢度好勁啦，錯啦，呢邊仲厲害啊！
好勁。龍婆湯。想要幸運嘅朋友就圍繞住個大象，你見到嘛？大象嘅肚嘅中間，然後咧轉3個圈圈，咁就 very lucky 噶啦。呢一間好靚。ที่นี่เขาอยู่นะคะ宏偉，唔錯唔錯。唔單止嘅地板啊，基本上係全木 feel 嘅呢度。我覺得太好啦！佢有呢個 tram， 因為佢帶你去嘅咧，唔單止係我自己係腳可以行到嘅咧，呢度近嘅啦。佢大概係2-3公里處嘅一啲佛寺啦，或者係一啲 attraction 嘅地方啦，佢都會帶你去嘅，而且仲可以落去參觀添，抵 very good， 建議你。不過有啲熱啦。ค่ะส่งนักท่องเที่ยว2點出發，3點返嚟，歷時1個小時，非常有誠意。เชิญค่ะ 小店確實唔錯，係一間好靚下嘅咖啡嚟嘅，無論室內或者外都靚。雖然好似好網紅咁，但係OK 喎，衝落嚟 Americano Lemon。再嚟呢一間呢，就係 Gingerbread House， 咁其實佢唔係賣呢個薑餅嘅，佢係賣冇錯啦，當地 Pre 洋嘅酒，乜嘢酒類都有㗎，有 vodka 啦，有 rum 啦等等嘅，仲有啲 gin 啦，而且都係當地 Pre 嘅一個特產嚟嘅。Sticky rice with honey. OK。Sticky rice pure 100% and sticky rice with corn. We all with corn. Corn. Paris, the name of Clare province. We always call Paris. Paris is the Pre people. Yes. OK， corn pear Paris。好勁啊！一直試啊，一直試啲酒。呢度都係一個小酒吧，亦都可以享用佢哋嘅雞尾酒。我都忍唔住買咗2支，係啦，尤其是 corn 口味嗰個咧，實在太好飲啦。呢個時間開始係比較熱鬧啲啊，周圍開始有嘢食啦，已經係開始好熱鬧啦。北起後邊嗰度，呢個行入嚟咧就已經有一個市集啦 ，Vintage Market。啲檔口啱開檔，而家時間係4點鐘，其實係4點開始，差3點半啦嚇，一直到9點鐘嘅啫，所以哇呢段時間好多人講快啲過嚟，因為好多嘢係好快賣晒嘅。又進入另外一個地方咯喎，嗱呢邊咧就係頭先睇嘅一 part， 然之後轉翻嚟過嚟呢邊。哇！呢個好有 feel 啊！呢個，然後你發覺好多蔬果賣嘅，其實啲蔬菜啊、水果啊、甜品啊。อันนี้ไก่ใช่ไหมไก่ครับผมไก่2鐵คร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มีปันเจ้าโอ้บาท10 บาทค่ะโอเค1ครับอันนี้好得意。包埋個 George 啫，攞六攞。幾多新鮮蔬果賣，幾得意。哦，呢邊可以飲下嘢。哇！呢個雜飯嘅菜品好靚啊！好就邊個雜飯啊？呢個真係好長啊！就過第3個啦，已經係。有門開始做表演啦！好多小朋友喎，真係得意係嘅 Titanic， 全部木做嘅，好靚。木 crop。อันนี้3 ชั้นดั้งเดิมค่ะนี่ซิกเนเจอร์ของเราอาหารติดเนื้อเล้งอันนี้ขายเยอรมันค่ะอันนี้ค่ะอ๋อ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คะ70ป่ะ70 บาทครับผมว้าว好脆啊อันนี้หมูไซคร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ครับ100ฮะ
哦，仲逼啊！OK， 大級。買咗啲小吃，是但揾個地方飲兩杯咁就一天啦。泰國時間朝早7點鐘，而家我哋跟住個 map 咧，就係要行一行。咁究竟喺 Praia 嘅呢個地方，好靚嘅一啲好 signature 嘅 building 係點樣嘅？同埋行運嘅話，究竟需要幾長時間？重點行 ，OK？ 我揾到啦，我揾到個8號 Wooden Club 啦，佢喺我身後呢一邊啊，入邊嗰個係啦。粉紅屋啊，呢個 Kumbon Puri 呢一個咧，亦都係好多朋友同我講咧，好多人喜歡喺呢度影婚紗相，因為好浪漫嘅顏色。繼續下一站，我哋去揾 Wat Loan，Let's go。你覺得好正咧，其實真係喺個城市度咧，打開個 map 咧係一件好奇怪嘅事，但係好爽。應該係前面。確實揸住個實質地圖咁行嚟行去都幾好玩嘅，不過就要個天氣涼爽先至可以。難得入嚟呢一邊就聽咗一段佛偈，都幾得意。趁有少少時間做咗一陣嘅一個膜拜，幾好幾好。佢都有間餐廳嘅，餐廳嘅裝修都好靚㗎。呢度食早餐嘅 feel 幾好㗎。呢個係潤登牛肉嚟嘅，好好味，呢個潤登好好味。然後呢個神奇啦，呢個呢一堆肉碎 feel 嘅，我食咗有豬肉啦，然之後仲有啲菜啦，脆脆地、辣辣地，好緊要野味。呢間市中心嘅住宿呢，我係住咗2晚嘅，所以2日嘅早餐都係不一樣嘅，仍然係咁豐富啊！好啦，食過早餐之後呢，就要離開市中心去 Praia 嘅郊外住返2晚。